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23，诗篇115篇17到18节安尼讲：世人袂为恶恼耶和华，落到静静的所在的，也拢袂为。总是怨要恶恼耶和华，对一时到永远。3甲来祈祷，愿要永远恶恼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，万军的耶和华是你的名。主啊，你照真实的公平来审判，你用慈爱怜悯来宽待。主啊，我要做你草场的羊，你要做阮的牧者。主啊，你要时刻保护阮，也要常常甲阮伫地。主啊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阮，阮要照你的真理来行。主啊，阮活的时，拢要来恶恼；阮要有气力的时，拢要来高举你的名，因为世人袂会恶恼你，落到静静的所在的，也拢袂为。总是阮要恶恼你，对一时到永远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